去旅行唔想騰騰震嘅，我哋要做定啲咩呢？喂，平安呀！出國去旅行其實最緊要都係想玩得開心，但係有時好唔好彩真係會出門嘅時候，有啲小病小痛唔舒服，又或者水土不服，去到海外語言不通，揾醫生又好難，配藥又好難。我哋藥房為例啦，都有一啲預設嘅平安藥包。如果你有唔同嘅需要或者長期病呢，其實我哋藥劑師都會同你準備一個適合你自己嘅平安藥包。除咗成人嘅平安藥包之外啦，我哋亦都有呢個小朋友嘅平安藥包，必須要提供埋小朋友嘅年紀啦同埋體重。好多時小朋友嘅藥物劑量咧係比較複雜，需要靠其他資料咧去幫助我哋去計算個劑量。出藥嘅時候都會講解翻清楚每一隻藥點樣食啦，同埋幾時去食，都會附上一個藥物標籤，好清晰嘅指示，可以教翻你哋點樣用。訂閱咗我哋未呢？記得撳下面嘅訂閱掣，同埋開埋通知嘅鐘仔，咁就睇到我哋最新影片啦。可以去藥房話俾藥劑師聽你去邊度旅行，同埋大概需要準備一啲咩類嘅藥物，話俾佢聽咧你嘅身體狀況，例如有冇啲咩長期病啊，或者藥物過敏，食緊啲咩長期藥等等。藥劑師咧可以同你一齊咧去準備一個適合你嘅平安藥包，例如退燒止痛藥、消炎藥、收鼻水抗敏感藥、暈浪丸，又或者一啲腸胃不適嘅藥。呢一啲都係最常見我哋會帶去旅行嘅藥。比較多去戶外啊，又或者有小朋友嘅話咧，可能甚至要準備埋急救用品。通常呢一啲用品都可以喺藥房一次過準備定俾你。都提翻啦，好多時平安藥包可能都係全家人一齊用，都記得話翻俾藥劑師，其他屋企人呢到底係咩年紀啦，有冇啲咩長期病或者一啲身體狀況，因為未必隻藥咧都啱所有人食。執好自己嘅長期藥物，記得執多幾日藥，萬一真係飛機延誤啊或者跌咗粒藥呢，到時都唔會咁彷徨，有多少少藥傍身。出門之前準備好你嘅平安藥包同埋長期藥，咁就會去得安心又放心啦。